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am，歡迎登錄我嘅星球。開始之前想溫馨提提大家，新年限定版 SRT 靈性反應療法而家正全力開跑中，喺農曆新年前特別適合為自己做一次深層清理，將過去一年累積嘅雜亂能量、負面情緒同舊有模式好好整理一下，為新一年騰出一個更清新、更舒服嘅空間。如果你都想以更乾淨、更純正嘅能量迎接新開始，就趁呢個時機揾 Jam 預約做清理啦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由聖哲曼大師以及梅林大師贊助嘅2026年2月份宇宙訊息。今次嘅解讀會以靈石結合牌卡嘅方式去接收宇宙嘅指引。喺開始之前，請大家先合埋眼，放空，靜心，深呼吸3次。然後請跟隨你第一眼嘅直覺，喺4粒靈石之中揀出最吸引你、最有感覺嘅嗰一粒。揀到第一粒靈石嘅朋友，宇宙想同你講，你而家推進緊嘅計劃其實進展得非常順利，而且方向清晰，一切都跟住你原本嘅步伐穩穩向前。請帶住信心同埋踏實繼續行落去。宇宙一直守護你，為你注入力量同祝福。你身邊亦都有人默默支持你，喺你需要嘅時候俾意見你，成為你旅途上嘅助力。如果仲有少少猶豫，宇宙想你放心，勇敢踏出第一步，亦都唔使過分擔心。宇宙正喺你背後鼓勵你，為你加油。同時亦都提醒你，記住你嘅夢想，並保持廣闊 Dream big， 讓計劃同夢想連結，慢慢行。有夥伴，有依靠，有樹蔭，合作時記得好好溝通，因為有人真心想幫你。夢想可以遠大，但期望要實際，而感恩係你2月最重要嘅成功關鍵。揀到第2粒靈石嘅朋友，宇宙希望你喺2月面對重要嘅決定時，可以先讓自己靜一靜，聽下內心真正嘅聲音。你可能曾經對某啲事失去信心，但宇宙想提醒你，你嘅信念同信心仍然喺你心裏面。同人協商嘅時候，保持開放同中立，聽多啲角度，讓自己睇得更全面。宇宙已經為你準備好一片清朗天空，邀請你放心展翅，彩虹亦快將出現。宇宙問你，如果你知道件事唔會失敗，你會點揀呢？請跳出舊有框架同規則，唔好再被世俗嘅應該限制住，跟住內心方向走，心之所向，身之所往。揀到第3粒靈石嘅朋友，宇宙感受到你心裏面有一份被困嘅感覺，好似想逃避，又好似揾唔到出口。宇宙想提醒你，好多束縛其實係自己設下嘅，而你隨時可以解開。你可以離開嗰個令你感到壓抑嘅環境。2月份請特別照顧你嘅心靈，唔好俾壓力累積得太重。
試下將負面情緒轉化成力量，佢哋可以成為你嘅支撐，而唔係阻礙。請記住，希望一直都喺度，只要你願意鬆綁，光就會出現。試回想一下上一次令你覺得輕鬆自在、真正開心嘅時刻，讓嗰種能量再次返到你身上。你快樂，世界都會因你而變得明亮。宇宙想提醒你，多啲微笑，保持良好頻率。當你嘅能量提升，前路自然會打開。揀到第4粒零石嘅朋友，2月份嘅能量柔和而細膩。你對人容易展露笑容友善，但內心仍然有少少保留。你在意其他人嘅感受，願意付出，亦願意照顧他人，係一個充滿愛、甜美又善良嘅靈魂。但宇宙希望你記得，愛人之餘都要愛自己。你嘅真實、才華、光芒都值得被看見，唔需要隱藏，亦唔需要掩飾。你係豐盛嘅，擁有好多好多。你身邊有人願意支持你、圍繞你、陪伴你，請放心展現最真誠、最好嘅自己。宇宙為你送上祝福。萬事俱備，只等你綻放。